講到聖誕節，大家一定會諗起聖誕老人。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聖誕老人有幾多隻馴鹿幫佢手拉雪橇呢？答案係9隻啊！呢9隻馴鹿陪聖誕老人走勻全個世界，送禮物俾小朋友。其中一隻更加係身負重任，負責帶隊。佢個鼻同其他馴鹿好唔同噶，又唔係黑色，又唔係啡色，而係紅色嘅。而且佢個鼻仲會閃閃發光，好似聖誕樹上面嘅燈飾咁，閃下閃下。佢個名就叫做魯道夫。魯道夫由細到大都因為佢個與眾不同嘅紅鼻子覺得好自卑，身邊所有嘅朋友都笑佢個鼻又似燈籠又似燈膽，紅當當閃閃下咁。大家都覺得魯道夫好奇怪啊，亦都唔想同佢做朋友。魯道夫都覺得自己個鼻好奇怪，好討厭，仲因為咁覺得好唔開心，唔敢主動同其他人傾偈。而且佢仲成日諗，點解我個鼻同其他馴鹿咁唔一樣？如果我都有一個普通嘅鼻就好啦。有一年聖誕，當聖誕老人準備出門口送禮物嘅時候，一開門，弊啦！天氣突然間變得好差好差，大雪紛飛，成個天空白蒙蒙一片，乜嘢都睇唔到啊！聖誕老人心急到鬍鬚都震埋，睇唔到路，送唔到禮物，點算好呢？期待咗成年嘅小朋友一定好失望，好傷心啦！呢個時候，聖誕老人突然間望到魯道夫個紅鼻子一閃一閃，好似一粒發光嘅紅寶石，就算喺白雪茫茫嘅時候，亦都可以照亮前面嘅路。聖誕老人眼前一亮，好興奮咁話：魯道夫，你個鼻閃閃發光，可以幫我照亮前路。你願唔願意幫我為其他馴鹿引路啊？魯道夫非常激動，深呼吸一下之後，就答應咗聖誕老人嘅要求。佢跑到最前面，用佢特別嘅紅鼻子照亮前面嘅路，帶領聖誕老人同埋其他馴鹿好安全咁將所有禮物送到世界各地嘅小朋友手上。嗰日之後，所有馴鹿都冇再笑魯道夫，仲話如果唔係因為魯道夫嘅紅鼻子，佢哋都冇可能送出所有禮物。而魯道夫終於都知道，原來曾經令佢自卑嘅紅鼻子，就係佢與生俱來最特別、最有用、最閃閃發光嘅地方。如果你都好似魯道夫一樣，覺得自己同其他人有分別而感到唔開心，其實可能呢啲先至係你最獨特、最叻、最吸引嘅地方啊！只要你肯相信自己，就一定有機會發光。